最近呢，工作啦，開牌都係有幾個感情嘅 case 啦，令我覺得呢，有陣時感情呢，唔係話唔夠愛，有陣時太愛，大家唞唔到氣呢，最終都好似氣球漏氣一樣。好多時呢，大家都會覺得感情關係係要好努力去維繫，然後就會好似成日同自己講唔好咁情緒化啦，體諒多啲啦。但係久而久之係會變咗好似一種例行公事咁樣。其實感情關係都係一種能量，係一個氣流嚟，不停去拉扯，其實大家都會唔夠空間。當唔夠空間，氣流唔流通嘅時候，咪等於唞唔到氣咯。其實關係卡住咗，好多時唔係講緊唔愛啊，或者淡咗，而係確確實實就係呢一個愛嘅能量，佢哋冇流動到。所以有陣時最愛嘅一件事就係後退半步，畀大家有足夠嘅空間，令到呢個愛嘅能量可以有空間去流動。所以可以試下今晚做一個呼吸嘅練習。我哋可以靜靜地深呼吸3次，然後問自己：我真係想努力去維繫呢一段關係，定係我只係想迴避孤單嘅感覺？誠實嘅呼吸其實都會幫你分清楚係愛定係一種慣性。一愛都係一種流動，你都要留返啲位畀自己去愛你自己，畀自己嘅愛唞一唞氣。